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4，诗篇88篇9节安尼讲：我的目睭因为困苦拍歹，耶和华，我日日求叫你，我向你举手。三甲来祈祷，愿日日求叫，搁向你举手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良善慈爱、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话是真实，为互阮有智慧；你的判断是公义，为互阮有愿望。主啊，阮求救的时，求你应允。阮伫困苦的中间，你互阮得宽阔。主啊，但求你怜悯阮，来听阮的祈祷。阮的上帝啊，求你阿罗听阮求救的声。主啊，你无看轻，也无亚见困苦人的困苦，也无对阮暗面。阮求救你的时，你就听阮。主啊，阮的目睭因为困苦拍歹，耶和华，阮日日求叫你，阮向你举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